人體嘅12經脈從手太陰肺經開始，然後12經脈首尾相連，循環流注全身。肺經係從胸肺開始，沿手臂向下走，所以我哋都要順住經脈向下推刮。手上嘅肺、心包、心呢3條陰經喺手臂內側從外到內縱向排列，所以我哋都要從外到內向下順刮呢3條經脈，好好咁疏通佢哋，令血氣充分運行，先可以提升臟腑功能。手三陽經、大腸、三焦、小腸呢3條陽經喺手臂外側從前到後排列，所以我哋同樣都要順住手臂從前往後順刮呢3條經脈，疏通手三陽經，可以激發陽氣，消除疲勞同疼痛不適。頭、肩頸係身體最容易勞損嘅部位，有好多關節、肌肉、血管、神經，容易氣血阻塞，引起疼痛，所以呢度都係需要重點疏通嘅地方。但係因為每個人勞損嘅部位唔同，我哋就喺經常痛嘅地方多推刮，順手刮會比較慳力，容易放鬆肌肉。胸脅腹係人體內部五臟六腑安置嘅地方，五臟六腑功能相生相克，先可以保持人體生命功能平衡。所以呢度都係最容易產生氣滯血瘀嘅地方，所以我哋順勢推刮就可以疏通血氣、寬胸理氣、梳理肝膽、調和脾胃，從而調節整體臟腑功能。肚臍係人體嘅第2個神經中樞，係嬰兒從母體獲取營養嘅通道，連接先天同後天。按摩臍周可以固本培元，一般順時針環繞肚臍按摩比較好。另外，腰為腎之府，腰部都係人體上半身嘅支撐點，所以好容易攰，容易酸痛。我哋推按腰背，將氣血疏通好，唔單止可以舒緩疼痛，仲可以強壯腎臟嘅功能。
經常坐嘅人會壓迫臀部同腿部嘅血管同埋神經，容易引起坐骨神經痛等各種痛症同痹症。個部位嘅肌肉比較厚，所以可以利用按摩柱嘅兩頭用力按壓，深入刺激裏面嘅穴位同經絡，活血化瘀。膽經係降虛火嘅一條經脈，所以得閒要經常推刮。足三陽經喺腿嘅前側、外側同後側，分別係胃經、膽經同膀胱經，而足三陰經互相交叉，分布喺大小腿嘅內側。三陰經分別係肝經、脾經同腎經。我哋要沿住大腿從下向上刮，前後左右內外都要刮到。大腿嘅血管好豐富，經常話大腿係人體嘅第二心臟，因此我哋向上刮可以引血歸心。人體嘅腋窩、鎖骨窩、腹股溝係淋巴組織最多嘅地方，淋巴嘅功能堵塞就會容易水腫、肥胖，嚴重嘅會生腫瘤。呢度都係經絡交接嘅地方，所以要經常刮，疏通佢。小腿肚係一個好容易酸脹、攰同抽筋嘅地方，主要係因為氣血瘀積唔通，經常推刮嚟活血化瘀、行氣止痛。另外，人體嘅手腳四肢末端係陰經同陽經交接嘅地方，手掌同腳掌係神經末梢密布嘅區域，有對應五臟六腑同頭、頸、肩、腰、背嘅各個反射區，所以多按壓手掌心，唔單止可以疏通手部嘅氣血循環同經絡暢通，仲可以激發身體相應臟腑同身體部位嘅功能。
同樣地，多推刮同按壓腳掌底，不但可以激發腳部嘅經絡穴位，行氣活血，緩解腳部嘅疲勞同不適，亦可以通過刺激足底嘅各個反射區，調節人體五臟六腑同身體各部位嘅功能，調和全身嘅氣血平衡，保護我哋嘅健康。經絡健康養生操係一套全面激發人體經絡穴位嘅保健操，希望大家多加練習，經絡常通，五臟安定，氣血調和，身體健康。